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27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应用北部病院感染的事件，台南市配合中央的防疫工作，为今仔日开始到2月28号为止，所有病院甲护理机构全面禁止探病。上午市长除了建议家属改用电话视讯的方式来关心以外，嘛呼吁民众春节期间尽量减少无必要饮料组织，才会当安心过年。配合中央防疫，甲因应北部病院感染事件，市府考量过年期间南北交通频繁，嘛为了保护病人甲住民健康，对今仔开始到228，南市32间病院加103间护理之家全面禁止探病，建议家属改用电话或者是网络视讯的方式来关怀。我们跟其他各都一样哈，像新北、像桃园不用讲了。像新北都已经暂停这个探病了，然后陪病也只能1个人，这个部分台南市也跟进来做了。那主要是因为医院算是比较，因为很多生病的人在那边哈，然后这个抵抗力又比较弱，那去探病的人有时候在这样子容易形成一个交叉感染的一个状况，所以你身体健康好了，平常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不鼓励。往医院里跑了，我们都已经不鼓励去逛医院了，何况是现在是疫情期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是不鼓励去医院陪病看病，陪病也以1个人为限。当然，病院、加护病房、甲安宁病房有特殊探望需求，经过医生专业的评估，有迫切性甲必要性，买当由病院依照个案来同意。另外，过年期间南北人潮来往往，容易增加交叉感染。市长除了烦恼居家检疫14天的天数敢有够，嘛呼吁除了厝内人团圆，嘛尽量莫组织，严格来遵守防疫规定，才会当安心过年。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为了疏解182线长期塞车的问题，港务局向营建署争取将近4月，开辟第27号道路，经过2档半的时间，顺利赶伫过年前完工通车。上午的通车典礼，侪乡亲拢到老咧，会当看出民众对这条道路的期待。宝山国小太古队老底坐电车中，为领到第27号道路当兵段工程，也是德腾路延伸到文化路之站正式通车。请主点者以及陪点人员一拜，再拜，3拜，礼成请鸣炮。据了解，领到东西边的联系是以182线为主，所以车流量真大，造成长期塞车问题相当严重。所以市府向营建署争取纳入生活宽道路，总经费4亿外，开2档半的顺利完工。嘛，成为市长所讲的拍通了林德区交通的任督二脉。谢谢我们各位委员还有各位议员的支持。那中央营建署把这条道路纳入这个生活圈道路，也相当程度的帮助了减轻台南市政府的财政负担。这点非常谢谢营建署的帮忙，所以能够让这条路盖得很快，而且很顺利，工程很顺利，然后如期如职的完工，然后这个又能够服务大仁德地区东西向的这个交通。我想这个部分算是一个非常有效率而且很重要的公共工程。该工程顺利地春节进前开放通车，除了疏解交通，嘛带动林德周边景点的观光品质，帮助产业发展。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大圆皇冠假日酒店大力消停台湾国产猪，特别伫春节进前推出使用台湾猪肉全新菜色。惠记酒店6大主厨用因的好手艺料理出侪新菜色，
有粤菜、日式、韩式料理甲点心，将优质的台湾猪肉做上界好的呈现。台南大湾皇冠假日酒店自1月26日起，伫元素自助餐推出6手连弹台湾好猪宴的全新菜色，选用台湾国产猪肉，汇集酒店内底6大主厨的拿手好菜，互消费者一概就会当吃到各式各样、好食又够健康的猪肉享宴。今年当中呢，大家可能对于猪肉有一些担心，所以呢，我们在这次的自助餐当中也特别推出了台湾好猪宴，也就是使用台湾的国产猪，然后呢，特别以猪肉来进行这样的料理。同时呢，我们也把酒店内6位主厨他们的抢手的好菜，然后端上我们的自助餐台上面，所以我们称这次的宴菜的内容称之为6手连弹台湾好猪宴，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品尝呢我们6大主厨。包括我们的行政总主厨周烈成，还有我们的采风楼的主厨，我们的冠军主厨袁师傅，还有包括我们的西餐的主厨，还有我们的自助餐的主厨沙师傅，还有我们的日本料理铁板烧的李师傅，以及我们的日料的吴师傅，以及包括我们的点心师傅，我们也是金牌主厨的刘师傅，由这6大主厨呢联手呢来打造出6道精选的菜色。伫新菜发表这天，饭店嘛特别邀请市长黄伟哲担任一天的客座主厨，现场示范韩式起司五花猪的做法，料理时团出香味，也互现场的观众拢摇起来啊！掌声一下好吗？你看，视觉上赏心悦目，味觉上又非常好吃，所以感谢大圆皇冠，我们也热切期待我们大圆皇冠邀请这么多金牌厨师，能够让大家大快朵颐，我已经2分了。食美味嘛要顾着健康，饭店除了对每一批肉品拢做好内质检验，伫用餐区嘛架起透明亚克力板，防止喙烂飞沫乱喷。也要求顾客用菜时阵必须要挂好喙安手套，确实做好防疫工作，互每一位消费者拢会当安心享用美食。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受到肺炎疫情加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这大厂去年纷纷响应政府的政策，回台湾投资。其中，结束地板的制造厂选定伫台南投资25亿。上午设伫科工区的新厂正式进行上梁典礼，估计今年的下半年就会当开始量产拼经济。国际级的石塑地板制造厂去年8月动土以后，上午选定良辰吉日，伫市长黄伟哲甲议员陈丁等贵宾的见证，除了设上金色螺丝的好吉条，嘛签名祝贺，正式举办上梁典礼。代表厂房今年5月就将要完工，目标是下半年开始量产。也则表示，营造环保无污染的厂房，嘛是因回馈地方的一大焦点。这个厂，伊是用回收的材料来做的，伊是真轻量化的产品，轻量化这个回收产品，伊是一个环保的材料，以后就是用环保。那么我来台南投资，我会回馈这个台南，取之社会，也用之社会。那么我会和市长补充这个报告，看应该我会当伫台南出一点什么力，请市长呢当我有一点表现的机会。据了解，该集团选定台南投资25亿来打造是因第2个重要的生产基地。会中市长应邀致辞，除了肯定因投资台南拓展新厂的高效率，嘛表示会全力配合市场需求。那我们地方政府，我上次提过，除了不能把建造跟使照同时发给你之外，其他的这个我们配合的事项一定全力来配合。有什么碰到什么问题要解决，我们就是希望单一窗口，不管是经发局，不管是劳工局，还有包括环保局，还有其他的局处，一定全力来协助。那至于我们希望台南现在有很多的机会，那也希望说市府跟各局处，还有我们的全体同仁的一定的全力来跟企业界配合，尤其是像美泽这么优质的企业。
因为肺炎疫情甲中美贸易小战等因素，侪制造业纷纷响应政府政策回到台湾，展现影响经营的决心。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迎接2021年，北区区公所甲开基育风宫合办写春联，甲顶北学堂成果展活动。现场有多位书法老师写春联，互民众免费索取。同时，阁有防灾防疫宣导，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的迎接新年。在公园国小考勤班学生的音乐表演之下，春联挥毫庆新春，甲顶北学堂成果展正式来揭开序幕。活动即天，议员陈义丁、洪玉凤、沈振东以及真侪北区的里长，拢来到现场祝贺。同时，为了加添年节气氛，主办单位北区公所特别邀请侪位书法老师现场写春联，互民众索取。希望让大家拢当喜气洋洋来迎接新年，就很有那个气场呐。对，因为老师就是他这个字都，一个字都有合成起来，就是比如说什么日日是好日，对，然后就还蛮特别的。今日的活动除了敬上春联以外，嘛结合顶北学堂学习成果展，就由活动的平台和参与学习的学员作品，有了一个展示发挥的空间。在玉皇宫的境内吼。学校拢是真幸福的啦，咱注意对咱的文化教育嘛真重视，所以讲，伫咱旧年开始，伊就一直来支持着咱北区有一个正北学堂的一寡课程，互咱真侪好朋友拢有机会来遮参与着咱义务研习的活动，所以伫咧遮嘛代表着咱北区的居民，阁有咱有来参与着咱的课程的所有好朋友来甲咱玉皇宫做一个感谢。对咱做时代的学士啊人，非常的重要，是讲品爱教育，甲咱以身作则教育。借这个机会我再一次感谢咱今仔在座这书法家啦，这各行各业伫咱迄个正北国家来带动这个社会人文的提升的这参与者，非常感谢大家。顶北学堂今年总共开设19堂课程，学员人数299人。为了鼓励学员勤勉好学，特别将勤学奖颁发给王秋梅、林燕玲，好学奖李天真等人。开基育风宫嘛十分支持北区公所的活动，一期连续2档赞助学员报名学费，就是希望民众会当多多参与这个优质课程，让北区的民众在身心灵上拢会当得到满足。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学生已经放寒假，安南区公所为了让家长会当安心上班，特别安排区公所的替代夜男来协助举办寒假课后教学，透过一系列的活动，让学生会当完成寒假作业，阁袂一直耍三 C。市长夫人刘玉珍也特别出席甲小朋友互动，现场热烈温馨。舞台顶的替代夜男，当个热情的跳着舞蹈，会使看到台下的小朋友甲子干妈妈也拢欢喜咧跳舞。这个活动其实是由安南区公所所举办的寒假课后照顾，由着区内的替代夜男主动前往社区关怀当咧放寒假的学童。会中除了规划丰富的活动甲小朋友互动，安南区公所也准备了防灾的9宫格拼图，互小朋友耍，透过游戏来互因了解到各种的防灾知识。安南区区长叶志明也强调，期待透过安尼活动，互替代夜男会使更加亲近安南区，未来有能力的时阵会再来回馈乡亲。非常感谢我们安南区一些有7位替代役
来利用这个寒假期间来特别照顾我们这些寒假的小朋友哈，来担任一些客服的工作，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在这边安心的写完寒假作业，让我们的父母能够安心的去工作。那另外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些替代役还有这些志工妈妈的平时的一个付出哈。那我们这些小朋友参与的小朋友都能够很快乐的在这边完成他们的寒假作业，也能够在快乐中做学习。那另外特别的一个提到的就是我们这替代役朋友未来能够在有工作之余，能够回馈有自己的能力，能够回馈我们的社会，来照顾我们的下一代未来能够在安南区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在地的就业这是我们办理这个活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市长夫人刘玉珍也到现场甲小朋友互动，透过有奖征答的方式来送出小礼物，并发送安南区公所准备的文宣品。同时也向小朋友宣传六甲区的观光景点落雨松，让小朋友有出去佚佗的好选择。爸爸妈妈陪着你骑着借脚踏车不用钱，唔免钱哦，爱钱的刘老师市长太太是不会叫你花大钱，唔免钱的，去甲借，恁家有3个，你就借3台，一起骑着脚踏车逛逛六甲区这边的老屋，或者是落雨松或小吃好吃的地方。这届活动由着替代亚南指导学生功课，也规划在个课程，让学生伫寒假的时阵留下快乐美好的回忆。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由新化地区业者主动发起成立的南168休闲农业区，希望会当甲东山的175加比公路同款，推动当地农特产品。在推动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因得推出国产羊肉料理、竹笋加比等农特产，邀请民众到南168线欣赏美景、食美食。为了推广新化、龙井等地区的农特产品甲观光景点，农业局辅导南168线周边的业者成立南168休闲农业区，日前举办成立大会，会中也准备了新化地区的国产羊肉料理来行销，同时也有周边的咖啡、竹笋等丰富的农特产品。市长委托也亲自出席宣传。市长强调，南168线的特色料理拢非常有竞争力，加上周边的景点拢非常的广阔，适合民众来一桩健康的防疫小旅行。大家想到这个羊肉，不要只是想到我们隔壁县市的羊肉。事实上，台南市新化的羊肉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也欢迎大家，而且这个做法这个羊肉的这个料理方式也都是非常好。我们谢谢我们新化区的各位好朋友。那在场今天除了羊肉料理各式各样的羊肉料理之外，也有一些咖啡啦，一些其他的农特产，也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不鼓励群聚，但是一些好山好水的，像温泉区啊，像这个山林徜徉在山林之间的一些好山好水的旅游，我们还是非常非常的欢迎。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放松心情来做健康游。那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有个快乐又健康的好年。南168线沿线有适合看日出的治疗，甲民众喜爱的中心林场，加上优质的药肉甲丰富的农特产品。担任休闲农业区推动委员会主委蔡成文表示，相信透过休闲农业区结合当地的业者，一定会使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成为台南观光的一大特色。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过敏性鼻炎是台湾常见的慢性鼻炎，大多数拢有家族病史，或者是灰尘尘螨引起。除了药物冇手术的治疗，现主时阁有动力旋转刀、甲下鼻夹冷处气化棒，不但恢复期较短，而且唔免住院。国综合病院耳鼻喉科的医师郭成宇表示，过敏性鼻炎伫台湾的盛行率大约25%。不管是过敏性鼻炎，或者是非过敏性、长期慢性的鼻炎，最后拢会造成慢性非好性的鼻炎。伫治疗上，除了靠药物、传统的下鼻甲切除术、雷射手术加动力旋转手术，现在还有一种冷处气化棒的手术，运用无线电波、3星的离子震荡，和组织来缩小。一般来说，我们慢性鼻炎有分成过敏性鼻炎跟非过敏性鼻炎。那
非过敏性鼻炎也有分药物性鼻炎啊，或者是荷尔蒙造成的，还有其他一些像自体免疫等等那些不过他们的统称其实就是叫慢性鼻炎，终究一个结果就会导致鼻黏膜增生增厚，然后导致鼻塞，那鼻的分泌物会变多，那个腺体会增加，会变成鼻水这样子。好，那一般来说，我们治疗慢性鼻炎呢，就是会用一些口服的一些抗组织胺啊，或是局部的类固醇鼻喷剂。那这些东西其实都需要病人的药物遵从性要好，就是他会愿意长期这样控制。那有些病人如果希望能够得到迅速解决的话，其实会建议他手术介入这样子。那我们这个气化棒的手术呢，它其实方便又快速，而且又安全，然后卫生这样子。那它是可以在20分钟之内就可以把病人的下鼻甲的肿胀的问题做个解决，这样。那恢复期大概也是7到10天，跟传统的手术比较起来，它其实都是非常的简单而且便利这样子。医师强调，如果患者无鼻中隔的弯曲，单纯处理下鼻甲肿大的问题，软处气化棒的手术是一种方便佮快速的选择，不但唔免大院，而且恢复期嘛较短。不过相对的一寡卫材必须要来自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16度到22度，袂落雨。海面电管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1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